迄个客家人，好来，向表给个 CD。迄个客家人，蒙神福寿的客家人，润发福气，长寿乐，天福报谢客家人 ，OK？ 音乐。 上天非常相爱的一地方啊，播出来了我欣赏是，大家知道，做个有福气的客家人。 伊难得个安慰啊，伊学落就感谢神，从下来祈祷过嘛，祈祷就感谢神。天堂阿上帝，感谢你的恩典，送出我哋生命，已经透过耶稣基督，已经都成个来，推我哋嘅罪，担死在十字架上面，来赎我哋一切嘅罪。我哋通过耶稣基督嘅救赎，我哋嘅罪得到赦免。 这项，我哋都在心心相相转到天父面前的，不是强迫的，分分意义的两手一个平安、恩惠、认真嘅祝福，恢复我哋做天父来的某一个身份。主啊，当中嘅客家人，到今日在台湾人是分无了嘅。主啊，仲係日本我哋當中呢度嘅人已經信了主，得到主與特別的見證。主啊，求主幫助我哋，也求主聖靈安排喺來充滿在我哋當中咧，幫我哋靠着主。 或者叫按宝貴福音傳出去，幫我哋上做你嘅見證人，幫我哋上做你合用嘅器皿。那非常感謝主，你帶領300個同工，300個雙人合唱團來到我哋嘅當中咧。哦，主啊，來為你做見證，求你祝福佢哋，嚟按到一個行程，按照你同這個恩典健康、喜樂、平安來見證重要。祝福半條嘅那個福音堂，跟莊牧師夫婦莊子。 同工弟兄姊妹同時拍住出嚟到嚟，為你做見證，特別大。